但是我今天整了。一点的抖音。刚刚开啊，刚刚开没多久。哦，这样。19个8号嘛。如果8克的话就。我最近看到好像有一个报道，这个停产1个小时就会死机。不会，看哪种型号？就是 HM4。A1没差，A1没它8克的我可以开将近50分钟左右。对，不会死机。它会关机啊，温度过高它会关机。对。唱歌不知道了呀？啊？唱歌也行也行，哪知道到了12点多就正常，然后就回家，回家咋办呢？张海然后右边是吧？我跟那女生说，她没懂我意思。然后
等于我那晚上后来我就然后我就在那边吧。这边。稍微有点稀的。你也他学会了。教。还有就是我看过他老师，师傅，啊，差不多了，手掉一个手机，差不多了。对，他是这样。对不对？不要，这样紧一点，紧一点，紧一点，近一点，近一点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对不对？他有病。
现在高考了，国家都在管咯。以前的娱乐用一定要个咯，到时候经常都要知道。那高考了，这个我找以后高考。打电话，公司来给我打电话干啥咯？那高考了，现在是管你。我喊最后一个。你就把电话喊关。来，录下去。走，不跳了吧？不准跳了吗？他说有声音太大了。哪去了？关门了。他说有一个，等会儿他再不走就换领了，说在旁边。他旁边。这旁边。哎呀，他这个人好讨厌啊！底下这上面的光线，底下要好一些，是吧？上面的光线要好一些。我给你们安这样行。我觉得我不晓得，像你，我觉得那边如果拍背景要干净得多。但他也不上去了嘛，3楼。我就在2楼。啊，我站到那儿，是。背景干净多，等把他们也突出去，嘎，他们选，给是吧？对，这比较老的。
啊，青航，这个挺完整版哦。跳完嘛？啊，还是不跳完了？我觉得没有了。可以了。教我。朝阳队15，这个跳的朝阳队15，每天都按照跳。是横屏。超简单，拿这个2几的，记得吗？记得，放了。OK。
OK。加油！点奖去，我给点好了，我讲了。